連王健林都被限制高消費，估唔到首富都會有呢一日，已經唔係新聞嚟㗎啦。9月26日，法院針對一筆涉及1.86億嘅經濟糾紛案件發布限制消費令。萬達集團嘅法人代表王健林被限制高消費。咁究竟乜嘢係限制高消費呢？簡單嚟講就係你喺出面差落好多街數，而家上面唔俾你豪，包括唔俾住星級酒店，唔俾去夜總會，唔俾打高爾夫，唔俾搭飛機，坐高鐵最多只能夠坐2等座，同埋唔俾去旅行。怪唔之得最近佢成個人瘦到落晒型啦！睇個衰樣真係爭人咁多錢咁喎。咁黃首富俾限制高消費咗幾耐呢？3日。3日。雖然黃總未嚟得切坐2等座與民同樂就被取消資格，但係起碼11長假嗰陣佢仲可以去下旅行散心啊！好彩近年佢個仔玩低調賺錢。2025年，黃思聰嘅商業版圖橫跨文旅、地產、餐飲、科技等多個領域，資金規模高達60億。富二代嚟講算生性啊！唔係啊，報紙雜誌話你好多女㗎喎。咩報紙雜誌啊？點解突然之間嘅首富會跌落神壇，跌得咁應棍，差啲仲窮過你同埋我？其實王健林同埋萬達集團早就已經衰開有條路㗎啦。2016年，王健林同佢嘅萬達集團迎嚟巔峰時刻，資產飆升至7961億。王健林亦都憑借2600億嘅財富登頂福布斯嘅華人富豪榜首位。萬達集團總資產一度接近萬億。就喺嗰年，佢脫口而出，影響咗一代人著名嘅1個億小目標。先定一個能達到的小目標，比方說，我先掙他1個億。估唔到幾年之後，佢因為1.86億個小目標就俾人限高。人生有高潮就一定有低潮，而王健林嘅轉折點就發生喺佢登頂首富嘅2016年。同一年，由於萬達喺香港嘅股價表現低迷，王健林決定退市，並且承諾投資者喺2018年嘅8月底前 A 股上市。若然上唔到嘅話，就高息回購股權。結果佢真係上唔到，再加上萬達發行嘅債券價格暴跌，萬達遭遇股債雙殺，負債總額突破咗6000億。為咗箍煲，王健林被迫將13個文旅項目同埋76個酒店打包出售。經歷咗呢一次慘痛嘅教訓，黃總以後會唔會保守啲呢？傻啦，佢出晒名大膽嘅。什麼清華大北大不如膽子大。2021年，王健林聯合騰訊、蘇寧等巨頭融資380億，再次玩對賭，承諾旗下嘅萬達商管喺2023年底前上市，上唔到就回購股權，並且支付8至12% 嘅年化利息。但係由於口罩事件同埋房產政策收緊等因素影響，萬達嘅上市計劃又衰咗。今次賭輸咗就真係好難翻身啦！截至2025年嘅9月，萬達集團累計被執行金額已經突破咗76億，比凍結嘅總資產高達415億。粗略計算咗一下，萬達集團總負債規模大約係3000億，每年要還利息就要130億。黃思聰嗰60億資產還息都唔夠啊，留翻俾佢自己買玩具啦。差落咁多街數，佢俾人限制高消費又有幾咁出奇啫？但係軍人出身嘅佢敢作敢當，唔似嗰個着咗草去美國下周回國嘅假老闆。王健林真係想盡辦法還錢㗎。為咗還債，佢已經狂賣優質資產，包括85個俾佢視為命根嘅萬達廣場。王健林仲提出3不原則：唔盤撇、唔爛尾、唔着草。就算係而家咁艱難嘅時候，員工工資都準時發，5險1金正常交，福利待遇照常俾。自己已經過唔掂咯，仲錫住班員工。王健林不愧為一條蕩氣迴腸嘅漢子。留個問題俾各位社員，你哋認為王健林行到呢一步，究竟係能力問題定係大勢所趨呢？歡迎討論。對比下3個首富，李嘉誠就係先知先覺，不過俾人鬧；王健林就係後知後覺，但係有情有義；許家印就係不知不覺，唔知幾時先至判佢。今期先講到呢度，下期見啦！